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10月初2，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呢，咱先来关心昨下晡伫咧花莲市的国联5路已经停业的万坡假期饭店，当伫咧拆。工人对后壁拆到一半，规栋饭店转向头前倒去，对着路边的车，加载无人伤亡。警消人员昨是透暝伫咧拼红毛土角甲脆片，今日中昼12点就会恢复通车。行车记录器清楚记录行人的画面，饭店就安尼倒落去。原本要通过车紧急打洞倒过一劫。这栋伫花莲国联5路的万坡假期饭店，初下晡咧拆除，毋过毋知为甚物规栋建筑向头前的车路倒落去。警消接到报案，马上派人到现场搜救。两台车地着，拄啊鸟开内底无人。车内底敢有人？无人，因咧工程车尔。停伫边真侪台车拢去地着，车主也真无奈。里面没人吗？没有。刚很大声吗？还是怎么样？我们听到声音。有很大声。原本传出好像有一个人骑机车经过，被地伫下骹。加强搜查了后，发现伊闪过无生命危险。警消夜查生命探测器这器材，为破坏所在入去建筑物搜查，各用分飞看内底是不是有人去调咧。它的实际拆除的计划我们还在了解当中但是它这个拆除的工程，它是有申请合法的拆除执照。各军提供2组照明火车，互警消甲工作人员用伫暗时开挖，最后伫初2透早1点将事故现场清理了，佮确认无人员地伫下骹。负责拆除的承包商阿国机械工程行表示，当初饭店就是因为办理回路更新，可能楼骹的条伫真侪摆地动甲跳渡过程中的震动逼开，地势拆到最后无法度支持向头前倒去，造成无方便，也希望各界能谅解。花莲县长市政会伫现场指挥，伫初2中昼12点会恢复通车。铺设这个路面的单位也就会进驻来做路面的铺设，预计大概明天上午会把它完成。针对于公安的问题，我想还有一些责任和权属的厘清，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依法来这个处理，依法行政。万坡假期饭店伫3年前以4点8亿卖予一间5路团保公司，一直是在停业当中。想要到初1拆除作业的时阵发生倒去意外，花莲县政府后续也要确认拆除作业是毋是甲原本的计划同款，佮追究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国内疫情，昨咱无新增加的本土个案，毋过有11个带病入境，1个死亡个案。这1个死亡个案呢是9月份去挖到，出院了后因为病尾转造成心血管疾病，落尾不幸过身。那即马国内疫情算是稳定但是中共无打算要降到1级，不过明仔会公布头棒室外较空旷所在挂翠暗的规定。透早5点外，67万剂客制化标签的 BNT 疫苗由华航送到桃园机场。这也是台积电、鸿海英灵、资济等3大企业甲民间团体管的第4批疫苗。有效的日期是2月10日，是2月10日。那总共这3个企业跟民间团体所捐赠的 BNT 疫苗，现在已经到货305万剂。因为疫苗及时到货，指挥中心宣布第10期疫苗，除了原本提供第1期 AZ 甲高端疫苗，佮加开 BNT 疫苗做第1期，对象是9月至9进前意愿登记的64岁以上民众，63到18岁第9类对象，加22到18岁民众。有效时间是下礼拜2初4早起10点到初5下晡4点为止，各位下礼拜4初7开始做。64岁以上，然后第二是63岁到18岁的第9类，换句话说，等于是第9类的对象是全部都开了国内疫情等候，初1本土零确诊，暗过增加1个死亡个案，是60多岁女性，无做过疫苗，本身有慢性病史甲放假区活动史。今年5月发病大院，7月底解除隔离，后来因为心血管并发症甲新冠肺炎后遗症，伫9月至9死亡。因为他先前的这个新冠也算是有留下
慢性的肺病的这个后遗症哦，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归入我们这个新冠的死亡病例当中。指挥中心也公布，最近一礼拜境外移植病例基因定数结果，各增加6例Delta变异株，无突破性感染个案。国内总共有157例Delta病例。总计我们国内验出的 Delta 是157例，其中包含43例的本土。那本土过去1周是没有新增，在幼儿园结案之后就没有新增。但市长强调，9月以来平均每天无到2例本土病例，疫情境界未降到1级，不过会放零户外空旷的所在检疫措施。在外口挂催安的相关规定，会在礼拜一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咱公费的流感疫苗呢，头一批注射对象包括医事人员、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时代等等10类人员，昨已经开始注啊。也那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民众会排第2批，11月15会开始注。疾管署特别提醒民众，讲新冠肺炎的疫苗甲流感疫苗这2种，上无得爱冷7天。检注落去了，一个外的信长听甲解叫，严格是让得到完整的保护力，以免得到流感。那是保护家己，也保护家人的健康。他刚满1岁1个月，所以他这次是第1次打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疫苗我们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施打。疾管署讲，今年暑假公费流感疫苗总共买632万剂，会分2阶段做。第1阶段自10月7日开始。对象包括医师加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视大人等10类人员。第2阶段是11月15开始做。伫咧高雄就视大人一早起就去边排队要抢第1个做。怕流感啊，所以他怕感冒啊。我当年拢会来高医治流感啊，治疗袂歹就袂感冒。因为今年同时有注新冠疫苗加流感疫苗，疾管署特别提醒讲，若要注2种疫苗，中至少要让7天以上。为了厘清2种疫苗到底是哪一种疫苗所引起的这些的不良反应或者是不良事件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建议一般隔7天。疾管署强调，每年自10月开始正入流感的流行季，有个伫咧12月到过当年旧历春节期间到上高峰。注流感疫苗除了会当减少感染风险、降低重症的机会，对新冠病毒也减少重症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